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9月14號星期日，沙田八草兩泥草地 B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字快地，泥地掛牌為好地。想分享下場次22，4班1400米，2號馬醒目先驅，孭134磅，7檔起步，出閘留喺較後位置，守喺內欄跑，直路俾前面啲馬封住冇位，直到最後100至望空飛撲上嚟，可惜為時已晚，跑第二輸俾頭馬頸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鼻磨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